歡迎大家嚟到靈修分享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約翰福音第8章21至30節，主題係你們要死在罪中。聖經喺第21節，耶穌對眾人咁講：我要去了，你們要找我，並且你們要死在罪中。我所去的地方，你們不能到。耶穌知道自己就嚟釘十字架離開呢個世上，歸到父神那裏去。喺佢離世之前，向群眾所講嘅說話，指出佢哋當中許多人生活就死喺過犯之中。跟住佢就話到佢去嘅地方，眾人都不能去。啲猶太人聽到耶穌咁講之後呢，佢哋所緊張嘅呢，就唔係好似耶穌所講，佢哋嘅信仰呢喺神面前如同死咗嘅人，與神呢冇正確嘅關係，活喺過犯之中。佢哋所緊張嘅係後面嗰句說話，點解我哋去唔到耶穌要去嗰個地方呢？咁佢哋諗嚟諗去，搞盡腦汁，諗到個答案係咩啊？認為耶穌會自盡喎。咁佢自盡，我哋冇理由好似佢咁傻自殺，係嘛？咁耶穌呢知道佢哋所諗到嘅答案係愚昧無知啊，就同佢哋咁樣講噃：你們是從下頭來的，我是從上頭來的。你們是屬這世界，我不是屬這世界的。正因為主耶穌知道佢係從上面嚟嘅，唔屬於呢個世界，所以佢將要去嘅係從佢原本嚟嘅地方歸返去原本嘅源頭嗰度，就係天上嗰度去嘞噃。但係呢班人能唔能夠好似耶穌咁去到耶穌所屬原本嘅世界嗰度啊？主耶穌話俾佢聽：你們不能到。當耶穌解釋咗佢唔係去自殺，而係要去返佢原本嘅地方嘞噃。但係呢，佢係想以色列人更加留意嘅係邊句說話啦？24節話：所以我對你們說，你們要死在罪中。唔好諗我將來去邊度先，最緊要嘅係你哋知道喺神嘅眼光，你哋而家嘅信仰嘅狀態係點啊？死在罪中。我嚟嘅目的就要幫助你哋解決，唔好死在罪中啊嘛。點樣解決你哋唔會死在罪中啊？主耶穌話：你們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我哋稍為理解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就知道呢段經文嘅原文呢，不信我是基督，基督呢兩個字原文冇㗎噃，直接係咁樣講㗎。你們若不信我是，必死在罪中。當基督嚟到嘅時候，就係想人信佢就係啦。咁啲人呢就唔會死在罪中噃。咁啊，不信我是，點解有咁大嘅能力叫人唔死在罪中啊？咁點解主耶穌要顯明佢嘅本質就係我是啊？咁喺舊約出埃及記第3章13到14節，當神要打發摩西去埃及拯救以色列人嘅時候呢，摩西就向佢顯現榮耀嘅神問咯：如果啲百姓問我差我來者叫咩名嘅時候，我點答佢啊？14節就話啦：神對摩西說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原文呢3個字組成嘅，係我是那個我是，我係嗰位從昔日今日一直到永嘅嗰位存在者。
所以中文和合本呢就譯做我是自有永有的，但係原文就係我是那個我是。可想而知呢，而家耶穌基督就引用呢段經文證明佢係神嘅本質。如果你哋信我是呢，就唔會活喺罪惡過犯之中啦。所以我哋就諗起呢段經文嘅前面嘅信息。當嗰位淫婦被人捉拿嘅時候，耶穌在地上寫字，將律法顯明喺人嘅面前。每一個人從老到少，羞羞愧愧咁一個一個出去，因為邊個冇罪就先拿石頭打佢嘛。個個都唔夠膽打佢，因為對照神嘅話語，發覺自己就點啊？有罪。所以呢，當時神對所有群眾咁講：你們要死在罪中。喺以弗所書第2章1到5節講得好清楚。第1節就話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，係講緊一個人活着嘅時候，行事為人就隨從今世嘅風俗，就放縱肉體嘅私欲，行好多敗壞嘅事。所以保羅喺羅馬書第7章指出，人如果肯認真面對自己，就發覺自己一點都不自由㗎噃。24節保羅話：我真是苦啊！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？所以當人認識自己生命嘅本相係好困苦，活喺罪中嘅時候呢，係好辛苦㗎噃。想為自己作出一種釋放與解脫㗎噃。所以有好多道德性嘅宗教就出現啦，嚟幫助人嘗試解決人對自己認識行惡嘅事實，稍為作出一種以為得到釋放嘅一種嘅途徑同埋建立啊。咁但係按真理話俾我聽，保羅話感謝神，因為佢見過死而復活嘅基督，亦知道基督釘十字架從死裏復活嘅真理，所以25節就話啦，靠着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。當我哋默想呢段經文嘅時候，我哋就知道呢種感謝神係出於喺神面前成為一個蒙福嘅人，係嘛？可以脫離人生命本質真正嘅痛苦，就係喺罪惡之中，不能不逃離呢一種嘅罪惡捆綁。唯一能逃離嘅方法就靠着耶穌基督嘅拯救啦。所以喺詩篇第32篇1到5節，大衛咁講：得神赦免其過，遮蓋其罪，這人有福的。咁當個人唔肯認罪嘅時候點啊？大衛話：我閉口不認罪嘅時候，因終日哀哼而骨頭枯乾啊！大衛要喺神面前就唔再隱瞞自己嘅惡，就向神祈禱承認自己嘅過犯，神就願意赦免我哋嘅罪惡啦。所以我哋感謝神，我哋屬神嘅人每日親近神，與神喺光明中行走。但有時候我哋發覺神喺光中與我哋傾談嘅時候，讀聖經，我哋又發覺自己有罪噃，所以我哋就會求神赦免，免得我哋繼續落喺罪惡之中。因此我哋就知道耶穌基督嘅血能夠洗淨我哋一切嘅罪，因為耶穌基督嚟嘅目的就係叫我哋信佢嘅真正嘅身份，就係我是。讓我哋信咗主真正嘅身份，我哋就知道主
赦免我哋一切嘅罪惡，叫我哋得以自由，唔好喺罪惡之中生活，係神嘅賜福，係神願意幫助罪人過一個自由生活嘅應許嚟嘅。當呢班宗教人士法利賽人聽到耶穌咁講嘅時候，要信佢就係嗰位我是，好奇怪啊！經文就話俾我哋聽，他們就問他說：你是誰？真係好奇怪啊！而家耶穌就明明話俾佢聽，如果你哋唔信我是，就必要死在罪中啊嘛。咁耶穌都講得好清楚，咁而家就係要信我是啊嘛，就係昔在今在以後永在嘅全能者，獨一嘅真神啊嘛。反過嚟佢哋又問翻，咁你係邊個啊？咁耶穌點答佢呢？我哋默上呢段經文嘅時候，你會發覺耶穌對他們說：我就是從起初所告訴你們的咯。你問我係邊個？我從起初就話俾你哋聽噶咯噃。點樣話？第一就透過佢嘅先鋒施洗約翰啊嘛。施洗約翰喺眾人面前話：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嘅。咁又見到呢聖靈仿佛鴿子從天降喺佢身上，咁就知道佢係邊個啊？證明佢就係神嘅兒子，就係基督啦。咁另外就係當主耶穌醫好咗一個患咗病嘅人啊，就係畢士大池裏面嗰個病患者醫好咗啦。後來耶穌呢就躲開咗，咁遇翻呢個被醫好嘅人，咁嗰個人又知道佢原來就係耶穌啊，就話俾咗啲猶太人聽。咁因為安息日呢個人被醫好，啲猶太人就好唔開心。咁耶穌就面對佢哋嘅指責嘅時候，就講咗一件事：我父作事直到如今，我也作事。神喺安息日做咗啲乜嘢，我咪安息日做乜嘢咯。神喺安息日行善，亦都叫屬佢嘅人行善。我係佢嘅兒子，行神眼中看為善嘅事，就係醫好人咯。咁啲人就好嬲怒啦，唔單止嬲怒，因為佢安息日做咗佢哋認為唔啱嘅事啊，更重要係佢話咩啊？透過呢句說話去顯出佢係將自己同神當作平等噃，所以佢從一開始就將自己嘅身份講明噶啦，只不過佢哋唔肯信。同時喺27節就話，他們不明白。讀到呢段經文嘅時候，內心真係好痛苦嘅，係嘛？即係主耶穌所講嘅、所做嘅，就已經明明顯出佢嘅身份啦。人信佢嘅身份，就必因着信領受佢所賜嘅生命，叫人唔好犯罪，離棄罪惡。因為一個新嘅生命從因信基督而領受咗。但係聖經就話，就算咁多事實展現喺人嘅面前，人都可以唔明白㗎喎，唔明白耶穌所指着父所說嘅話。所以耶穌就話咯，既然如此，你們舉起人子以後，必知道我是。咁有啲人呢就會早啲知道耶穌基督嘅身份，例如佢嘅門徒啦，又或者某些百姓啊。但係有啲人呢後來先知嘅噃，因為神將更多嘅證據展現喺佢哋嘅面前。呢個證據就係當耶穌基督被人舉起嚟嘅時候，人對照聖經嘅真理，就知道拿撒勒人耶穌就係基督，就係嗰位神本身佢自己。呢個舉起嚟嘅意思呢，當時嘅猶太人明唔明噶？
會明㗎噃，因為後文第12章約翰福音啊，有好多人呢嚟揾耶穌啊，咁耶穌就話啦，好多人嚟揾我啊，其實佢哋唔係真真正正歸信我㗎。直到幾時好多人會真正嚟歸信我呢？32節話，我若從地上被舉起來，就要吸引萬人來歸我。當耶穌基督被舉起來釘十字架嘅真理被人認識咗之後呢，真理就吸引萬人悔改嚟信靠歸信基督，係嘛？咁啊，耶穌呢啲話呢，指着佢點樣死㗎噃？咁啊，舉起嚟係死嘅意思，咁當時嘅猶太人明㗎噃，因為羅馬人會將嗰啲重犯呢釘喺十字架上嘛，所以佢哋係明㗎。34節就話啦，唔係，我聽到摩西律法書上面所講，基督神嘅兒子嗰位以色列嘅王係永存嘅噃，你又點會話人子被舉起來呢？如果你話你係基督，咁啊聖經話基督係永存嘅，咁點會被舉起嚟，而到話你係會死嘅呢？咁所以佢哋覺得好矛盾啊！咁究竟你係咪基督呢？基督係永存，但你又會死喎。咁當然啦，因為佢哋唔知道基督係先死後復活啊嘛，所以佢哋嘅知識有限。喺耶穌所講嘅說話裏面，因為有限嘅知識唔能夠融會貫通啊。但我哋感謝主啊，我哋睇翻以弗所書就明啦，神有豐富嘅憐憫，佢叫我哋與基督一同活過來。從前我哋死喺過犯中，而家神嘅救恩就令到我哋與死而復活嘅基督一同活過來。當耶穌講完呢一番說話，準備離開嘅時候，聖經咁樣記載，耶穌說這話嘅時候，就有許多人信他。主耶穌梗係想人信佢啦，因為耶穌基督降世為要拯救罪人，所以當佢拯救罪人嘅時候，佢唔會怕人心裏面厭惡佢講真相嘅說話，佢照着人原本信仰嘅真相指出佢哋，你哋要死在罪中，直到你信我，先至會與佢一同活過來。我哋感謝神，因為神願意透過基督將真理、人類嘅真相講出嚟，叫人知道自己本相如何，按真理歸信基督，免得仍活在死罪惡過犯之中。我哋感謝神，我哋係喺神嘅恩典當中蒙拯救嘅，所以我哋一齊按真理將榮耀、感謝、敬拜歸俾我哋在天上嘅父神。我哋一齊同心祈禱，親愛天父，感謝你，讓耶穌基督照着父嘅旨意，將真理嘅教訓指示世人，唔係照着人喜悅嘅意思，單單照着父神喜悅嘅意思。因為唔指出人罪惡生活喺其中嘅本相，人就唔知道要單單信靠基督，以致能夠蒙拯救脫離罪惡。我哋感謝主，因為唔係出於人嘅指教能明白，乃係出於父神嘅指教，所以人能夠明白。我哋感謝主，願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在天上嘅父神。求你繼續照着你嘅旨意和恩典大能，顯明人心中罪惡嘅本相，好叫凡聽福音按真理而行嘅人，照着你嘅旨意蒙憐憫，明白真道，歸信基督，讓基督拯救我哋每一個屬神嘅人，救我哋脫離罪惡嘅生活。願主透過我哋都可以成為你嘅出口，讓真理福音喺我哋嘅口中陳述，叫更多嘅人因認識
你所揀選嘅基督耶穌能夠蒙恩得救，可以成為一個遠離罪惡，與基督一同從死裏復活嘅屬神嘅兒女。我哋要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在天上嘅父神。我哋咁樣祈禱，奉耶穌基督聖名，阿門。今日靈修分享就到呢一度啦，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